班班有冷气这样的一个工程呢，包含3个部分。那第一个部分呢，当然就是电力系统的改善。那第2个部分呢，就冷气的装置。那第3个部分呢，就是能源管理系统，简称 EMS， 来控管整个学校它的一个电力的使用。我们的整个电力系统的这个改善，在新设的部分，在去年底我们整个都已经完工。那冷气的装置呢，也在去年底呢整个装置完成。接下来我们包括这个 EMS 的装置呢，那么也在2月份呢这整个装置完成。所以包含冷气，还有呢 EMS， 它需要去做测试。那我们第1阶段的测试呢，也已经都完成。早期的粉笔，你看我们老师都一边擦黑板，一边要做这个动作，就是又会有灰尘。我们将来吹冷气的时候，在一个密闭空间，它会浇出我们的粉笔灰的，伤害我们孩子的肺部的健康，还有老师的健康。那这种水溶性的水擦粉笔呢，它很特别的是，它要用抹布沾水去擦拭黑板，它擦完黑板还是湿的。但是粉笔可以马上继续写，而且它的显色度跟书写的流利性都非常的好，所以在将来冷气开放使用的时候，在密闭空间里面，老师在擦黑板的过程中都不会产生任何的粉尘。他写完之后呢，可以直接用沾水的那个板擦把它擦掉，然后再立刻写上去，而且我们在擦的时候完全是没有粉尘。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班班有冷气，院长的一个给全国所有的中小学生一个好的礼物，这点我们很开心啊。但是冷气不是说去买一台冷气在教室里装就好了，就如同我们要自来水，不是买一个自来水水龙头，墙壁一插就有自来水，中间有多少管线工程，中间有多少的配电工程，这中间尤其学校是一个大的团体哦，那我们家户去买冷气都要去重新把那110变成220了哈，那更何况是整个学校的一个大的电力供应系统，所以不管是电力管理系统或是配电，整个都要重新弄，绝对不是只是买冷气而已。现在的情形已经布建的差不多了哈，已经设置了差不多了。那现在正在处在测试的阶段，冷气测试能源管理系统 EMS 也在测试中哦。那目前初步测试的状况是还好。那还有一个配合班班有冷气的部分哈，我们是有水擦粉笔。什么叫水擦粉笔？以前的报纸以前的黑板擦一下都会有粉尘，好，那在密闭空间里面，冷气一开，那粉尘都跑不掉，对孩子的这个肺部不是很好。那所以说，我们现在用水擦粉笔，就是不会产生粉笔屑的这个黑板。那这样是配合班班有冷气，在冷气房里面用安全干净的这个粉笔跟黑板来保障老师跟同学的健康。你好，是本节欢迎收看4月20日中嘉台南电影新闻。迎接温馨的5月，台南市会甲市府做伙办庆祝母亲节系列活动，对4月23开始，将连续3个拜六伫议会广场展开，除了有街头艺人拍头阵，也有精彩乐团演出，邀请民众带妈妈做伙来欣赏。由台南市议会甲市府共同合办母亲节感恩朱辉情的活动，因为去年得到袂歹的回响，今年更加扩大办理。对4月23开始，将连续3个礼拜伫个议会广场来举办。除了有街头艺人的表演，另外还有感恩音乐会、舞蹈表演等。议长甲市长欢迎民众踊跃参加。因为有广受好评，所以我们去年办的活动呢，今年特别呢。和市政府共同再来呢举办感恩的慈恩请的活动从4月23日1连3周都有活动。那我们这个活动呢，因为疫情的关系，除了得到市政府全力的配合支持以外，要感谢所有的演出团体呢，共襄盛举。那我们这次呢，配合了防疫的措施，全部都全程戴口罩。
包括要脱口罩演唱者也会在呢当天呢配合市政府的规定快筛请民众来安心。我觉得这个整个活动获得了社会的回响很大，所以说我们今年决定在一起再办让这一系列的活动。那当然去年的节目跟今年的节目有点小更动，但是对于妈妈的这个崇敬之意都是一样的。那我想今年不管是我们林小倩老师还有我们从政基金会，还有李老师其实希望说今年的更多很多新的一个展演不管静态的或是动态的，都能够让我们许多好朋友一起来弘牧母亲的慈辉光环。在活动宣传记者会中，除了邀请主席中学、英灵高中、甲舞动生活舞蹈教室的人员出席，现场有吉米曼陀林乐团的手风琴表演，为接续连续3礼拜的活动热情邀请，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参加。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议会定期会上午进行民政教育部门的质询，会中这位议员将对市府人力的运用、甲公务车的使用年限，以及民众时常反映车公无好停车等问题提出关心，要求市府检讨改善。台南市议员林美燕表示，台南市政府印化中心员工大约有1800人，一天车公的民众有1700人左右。不过周边停车也是一大问题，议员更加以机车停车价的问题，希望秘书处爱改善。跳公里街的汽车多，但是我认为说摩托车的使用率也非常非常的高了。但因为你在规划的第一，它空间不足；第二，你的规划动线可能不是很 OK 啦。往往就是民众到了就是1000没有停车格的情况之下，他还是必须要硬塞。所以硬塞你挤我摩托车有你如果硬塞的话，有时候你牵喊的金价不方便啦，非常非常不方便啦。那造成民众认为说我去洽公的时候这个就是没有一个友善的空间啦。所以你应该去好好的去规划我们摩托车这个是停车的问题去面对它啦。不然如果是你看一天的3500至4000的人在那边进出啦，列摩托车的动向如果规划不好的话，是不是会让人家一开始就感觉不舒服？摩托车的路面担心这这确实是很久没有再重新铺设新的路面了。这确实是我们会来检讨。对你看你整个路面这样坑坑洞洞的，我们特地找了比较就是空档的。不，你跟我讲，你现在自己去看这个时间点，我们永华的摩托车的停车格位是严重的不足。是。除了停车价问题改善，另外议员嘛针对秘书处在采购集合方面。虽然秘书处办理过前届采购专业人员的训练，不过议员也是质疑流标的工程伤济。对此，秘书处回应，未来应该加强控制符合市场的行情，并且注意物价调整的指数。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位于北区的正嘉里活动中心，民国73年的起好，到今已经出现壁癌甲钢筋外漏，加上当时无使用这招有安全的顾虑，日各界积极争取，市府准备2600万要来重建。20号，市长吴伟哲亲自主持拆除动土典礼。北区正嘉里活动中心已经使用38栋。是历来长者共同的会议，但建筑物在使用侪冬了后，出现壁癌以及钢筋外漏，加上无使用执照，因此申请拆除重建。19日由市长黄伟哲主持动土典礼。动土开始，一出动，开地平安迎亲这个。真感谢咱足侪人的合作，来互咱正嘉里一个新的活动中心，咱一定。要拜托咱的施工单位、设计单位、监工单位，一定要360天以内，可以提早，不可以减缓，不可以变慢，可以早一点完成，不可以但是要如职的完成，袂使
这个打折扣。咱当时较甲民政署拜托市长讲，上悬的金额400万。所以咱当然嘛感谢啦吼，咱的医生啊，拜托咱的市长，我们要真的感谢我们的市长吼，因为算吼，咱大面的啦吼，因为这个1楼现在我们是1楼半啦吼，1楼互咱做活动中心咱2楼是咱的办公的地方啦吼，我们这个未来要怎么使用，就等待我们市政府的规划吼。得到中央补助400万，甲市府自筹2200万，总经费2600万重建。工程预计伫咧112年2月完工，并伫咧完工了后，将取得下滑的建照。也因为建坪加大，未来有更加好的利用。如此的好消息，也互地方万分的感谢。真感谢市长吼，咱这边所有总经费拢总是2600万，其中400万呢是咱政府立委吼。伫咧咱内政部甲咱斗相共争取来的，另外呢2200是咱市长甲咱斗相共的。咱侪议员嘛，拢一直关心，一直关心。今仔日较有法度来顺利安尼来答应市长来答应，甲咱田委议员立法委员安尼伫中央争取，今仔较有法度。未来完工了后的活动中心，1楼地板面积大约是115平，规划为里活动中心。提供里民使用，2楼面积大约是35平，由市府管理，作为市府政策推动、甲社会福利服务使用。台南新闻赵秀维采访报道。顽皮世界动物园主要是大家亲近动物、了解自然生态真好的休闲环境，嘛因为因积极投入野生动物的救伤行动，4月20正式成为台南市野生动物救伤中心的成员。市长委特嘛出席揭牌，肯定因对动物保育的贡献。请揭牌！台南市野生救伤中心顽皮世界站正式落成，现场朋友掌声！台南市野生动物救伤中心4月20号伫顽皮世界举行揭牌典礼，市长王伟特也亲自出席典礼，并感谢顽皮世界推动野生动物保育的贡献，希望透过公司协力合作，甲国际接轨，一同守护野生动物。顽皮世界除了是一个最优质的企业之外，也是最有社会责任的企业，因为我们知道人会生病，动物也会生病啊。好，那以前顽皮世界的动物检伤中心都是照顾园内的这些动物，而且有成绩斐然，成果斐然。但是除了独善其身之外，也能够兼善天下。除了照顾好我们园内的野生动物之外，也能够跟市府合作，跟农业局还有跟农委会特征中心合作，来成立正式的动物医院。顽皮世界总经理张维明表示，园区耗资数千万打造的动物病院，除了负责治疗园区的动物以外，也接受市府的委托，共同协助救治受伤野生动物。未来也持续甲市府携手，让台南市不只是人类上适合住的城市，也是野生动物上会当安心休困的所在。我们购买最好的设备，聘雇最好的人才，希望让顽皮世界的动物们呢能够获得最好的医疗照顾。但是呢，我们常常在想，在我们园区外呢，还有成千上万的野生动物们，他们面临了大自然环境的改变，还有人为开发的一个破坏，他们是不是也一样需要医疗资源呢？所以呢，我们接受市府的委托，开始救治这些野生动物们，希望让他们能够获得一样的妥善照顾。我保证，我们顽皮世界的兽医们一定尽心尽力，因为呢，每一个生命都是宝贵的。2年的时间，我们经过了很辛苦的一个经营，展现了一定的成果。很荣幸的，我们顽皮世界动物医院在今天正式成为台南市野生动物救伤中心的一员。顽皮世界呼吁民众，若是伫野外拄到受伤的动物，会当先保持冷静，确保家己安全后，搁观察动物敢是有受伤需要救援。若是有救援的需求，会当拨卡各县市政府市民专线，或者是农业局电话，让专业人员透过电话掌握动物状况以及救伤的地点，莫轻易靠近动物。大家做伙来做动物的守护者。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先歇温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
为了帮助学生了解环保、守护海洋的重要性，南新高中以7个海洋清洗所设计教案向教育部提出竞选，结果得到高中组的得优。据我了解，全国高中组嘛只有5个学校得到得优，相当难得。台南市南新高中得到教育部110年度海洋教育保护海洋教案精选的高中组得优所用。高中组全国敢有5间学校得到得优，实在非常的无简单。这摆南新高中戴信华老师以韩籍减肥啊7个海化线的侵蚀教案得奖。系府预计了这些东西都不会有了。对，那还有我们的海岸线，我10几年前跟我同事去的时候，沙滩沙丘没了，防风林剩一半，然后去年去的时候更触目惊心，那个防风林整个都没有，整片都被海洋扫荡掉了。所以呢，这里是一个很令人很惊心的一个海岸侵蚀，你知道吗？然后可是会是给学生最好的教材。所以所谓的全球暖化啊，或者是河川上游盖水库啊，然后导致海岸的侵蚀，这些人类的全部都是人类活动。然后呢，这些人类活动如果不可逆，环境也是不可逆的。然后呢，这个现象这种东西，我们做这个东西，它不是文字版，不是电影版，它是那种真实版，让学生整个就看到那个大自然反扑的力量，非常的真实跟触目惊心。然后对我们这种地理老师来说，这其实还是感觉到有一点伤心呐。看到这个状态，对，然后我们完全靠堤防在保护，可是呢，那个堤防撑得了什么时候？就还那个离岸体跟凸体，那个其实撑不了很久。你每隔几年你又要丢一次，丢很多钱，全部在给海洋吃那个钱。然后呢，有时候那个浪大的时候，那个凸体跟离岸体，它那个堤防破掉，那个堤防会被海浪夹来，又挡我们的堤防。所以那个是那个啊。那现在全世界的趋势就是说，用很多的那个天然工法，就是生态工法，就是呢在海边的地方用生态，用那个湿地啦、红树林啦，或是珊瑚礁，或者是牡蛎的壳，然后呢来挡这个海，或者是那个从别的地方抽沙来填这个海边，或者是说那个种树。可是这东西说实在挡得了一时，挡不了一世。透过汉字来比作是台湾，因为海化线长时间去互侵蚀，造成台湾变甲愈来愈下长。透过教案嘛提出解决的方式，希望会当互学生知影，人的活动已经伤害到自然生态，就此要提升因对生态保育有经济意识。在连续3年都获得这个海洋教育特优的县市，那我们去年我们的海洋教育辅导团也获得特优的殊荣。所以我们是双殊荣啦，都拿到特优。那我们非常谢谢我们南新国中。事实上，他们学校虽然不是在海岸线的旁边，但是推动海洋教育，他们也非常的尽心，而且获得了这个全国海洋教育的教案的特优。这非常的不容易呀，那而且在我们目前来讲，我们在我们邱老师跟戴老师的带领之下。他们做的主题是跟海岸侵蚀有关系，尤其是以我们七股地区。我想有自然科学的教育，再加上我们的目前在强调的 PBL， 就是问题解决的一个方案，能够让孩子亲身来感受到这个海岸线的变化。戴信华老师甲邱俊龙老师希望透过设计这个教案，会当让囡仔更了解破坏生态对咱周边环境的影响。嘛，希望学生会当把这个理念传达给亲戚朋友，让大家提高环保意识，做伙来保护咱的地球。台湾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为了庆祝2024年台南建成400档，台南生活美学馆特别规划一系列活动，其中邀请台湾本土艺术家林志信4月14到5月29，要展出版画甲陶艺展览。而这摆嘛是林志信回到故乡台南，完整展出亚马座等作品，相当精彩。为特别庆祝2024年府城建成400档。台南生活美学馆举办系列的活动，这摆邀请到台湾本土艺术家林志信来到美学馆展出大型的木刻版画银马座，佮有芬芳宝岛图，透过大师的作品来回忆台湾过去的传统民俗文化，来响应府城建成的400年。人越少，那么我们感到遗憾的就是说，只有看人潮鞭炮，
真的是宗教文化的一个意义没有存在。我以40岁的那个时候，有2件巧遇，一件就是说我的身体欠安，另外一件呢就是说，小时候所看到的热闹，跟现在跟那个40岁看的热闹，艺人减少，可以说艺人凋谢，后继无人。艺人啊，没有办法生活，年轻人也不学习。后来民俗的这个表演啊，越来真的是少见。我趁这个40岁的时候，小时候的印象依稀还留在我的脑海里面，所以我花了20年的时间，将这个迎妈祖的文化好好的整理这一张现在展出的这个迎妈祖版画。那么这个迎妈祖的版画这一幅来讲，我花了20年才完成。40岁发愿之后，到50岁画了3次的稿，然后51岁开始刻到58岁，然后花2年的时间彩绘，终于在60岁的时候，首展不是在府城，而是首展是在台北美术馆，那么这张作品的最大的有几个特点，我在这里简单的说明一下。第一个就是说，现在所表演的这个民俗，现在少见的，在我的作品里面看得到。再来，每一个表演的人，他的服装、道具都是遵循我们古代的传统。林志信老师的创作保存台湾的民俗传统文化。目前所看到的迎妈祖，对作品中会当看到过去府城传统文化的重要特色，未来拢会成为台湾重要文化资产。透过艺术的创作方式，甲台湾的民俗永远流传。美术馆全力的配合，还有有名的肖雄瑞教授的策划，以及优秀公司很完善的一种装置和编著画册，可以说这一次的这个大展，是我一生以来觉得最光耀的一次大展。尤其是这2件作品出自府城的人。那么过去这2件大作品都在国外巡回展。那么像迎妈祖在国外巡回展28年。终于今天28年以后回到我的故乡首展，这个意义非常的重大。这摆展出的迎妈祖，林老师开20档的时间，一道一道记录妈祖绕境，作品达到124公尺。过去当年伫咧国外展出，这摆转来到老师的家乡展览。欢迎民众伫咧4月14号到5月29号，会当来到台南生活美学馆，做伙感受台湾的民俗创作之美。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本来将一种退化性的疾病，目前台湾50岁以上大约有6成的患者，70岁以上更高达9成。基卫学中心表示，当怀疑目睭盲目，就应该到病院检查，避免延误治疗。一旦并发青光眼等伤害，就无法度复原。人的目睭拢有一个俗称的水晶体，正常出世时，水晶体是无色透明的。但随着年纪的增加，水晶体内面不可溶性的蛋白质不断会来形成，变成发热，引发视力的模糊，变做白内障。虽然白内障不是一出现就必须要开刀，但一定要定期来追踪，避免延误治疗，并发永久性的视野缺损加视力的损害。最常见的原因是因为膨大的因为白内障它其实会让水晶体变得越来越大那眼睛里面其实空间有限，尤其是亚洲族群，它眼睛的空间又特别小。那它只要稍微有点胀大的一个水晶体它就会引发前面的水的出口堵住那水出不去，眼睛的压力就会一直上升，就会并发成青光眼这样子，是不可逆的视野的伤害。
也就是说，它会把你周边的视野都吃掉啊。那你原本比如说你可以看到很宽广的视野那如果你一直都不治疗，它越吃越多，它最后就只剩下一个中间的一个小洞，就好像用一个管子看前面一样以管窥天的感觉。那这样的一个视野缺损，它是不可逆的即使你开完白内障，你失去的视野其实还是永久性的损伤，这是最主要的一个损伤基比医学中心眼科医师黄维佑表示，因为亚洲族群甲西方国家比较，眼球的体积较小，相对的眼内结构嘛较刻。如果水晶体中大、压迫，或者是踢到眼内防水流动出口，造成眼压过悬，最后伤害到视神经，形成青光眼，就无法度来恢复。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感谢收看4月20日中嘉台南电新闻，咱再会。